為咗追夢，佢放棄年薪超過80萬港幣，轉身走入餐飲世界。Ji-Hye Kim 13歲隨家人到美國，從細到大都只敢諗一件事：點樣留低喺美國生活，直到真正成為美國公民。佢人生先第一次問自己：我真正想做咩？結果佢選擇放棄高薪醫院管理工作，走去 Singermans 賣芝士。最後係 Singermans 揾到自己嘅夢想，將韓國飲食文化帶到美國。由街頭小食車做起，經歷過合夥人離開、收支唔平衡等，到2016年終於開設咗屬於自己嘅 Miss Kim 餐廳。開餐廳後，佢再次面臨一系列挑戰，但佢仍然逆難而上，學習轉變。喺疫情來襲期間，佢喺1星期內將餐廳轉型做外賣，撐起整間店。Miss Kim 餐廳舊年營收超過180萬美元，佢本人仲4度獲 James Beard 最佳廚師提名。佢話每次獲獎都係一種提醒，我哋行緊正確嘅路。你又會唔會為咗真正熱愛嘅事冒險一次呢？留言話我聽記得 follow 我，每星期帶你睇一個創業故事，係咁先，peace。